尊敬的国王，郑大人，您这是？等皇上召见。陛下，您也是奉诏进宫的。也没什么大事。陛下，您的身体未愈，托病进宫，难道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郑大人，小王对不住您呀。陛下，何出此言？大人保重啊！哦，陛下，不必拘礼。有什么事情啊？你叫个人进宫来禀报一声就是了嘛。哎，来。哎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小王不敢，不敢呐！哎，别再着凉了。烦劳陛下挂念，小王觐见陛下是有一事相求。啊，请讲。小王在圣都已叨扰多日，也给陛下添了太多的麻烦。如今，小王感觉身体已无大碍，恳请陛下派船送我回国吧。请陛下恩准。哎，国王如此虚弱，怎么经得起万里奔波呀？还是等彻底养好了再回国也不迟啊。圣上的美意，小王心领了。只是在大明已盘桓数月，小王心里也惦记着家乡啊。皇上，请用茶。可是前几日，国王不是亲口对朕说过，想在大明多住些日子吗？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吧。小王是特来向陛下辞行的。如果你非要回国，朕立刻就可以备船。不过疾患在身，你还是要珍重贵体呀。小王谢过陛下。那好自珍重吧。小王就此别过。陛下，小王还有话要说。说吧。郑国时是船队之魂，走到哪儿都让大明荣光。小王会永远想念皇上和郑大人。哎，能听到国王这么说，朕心里也很感动啊。大明和伯尼是好邻邦、好兄弟，国王你想来，朕随时都欢迎啊。你就当作是走个亲戚、串个门儿，想来不就来了吗？谢陛下隆恩。哈哈。明年开春，朕等着你。郑大人，后会有期了。怎么？陛下是要？实不凑巧，小王愧对郑大人厚意，就此别过。将来，郑大人如能再下西洋，小王定会在伯尼国海岸恭候。陛下，您要走？郑大人襟怀坦荡，心底无私，小王感佩啊！临别说一句，
你可要珍重啊！谢陛下关爱。王忠，在。你看波尼王说的是心里话吗？不是。他是担心朕一旦改变国策，他会被滞留在南京，回不了国呀。这个，老奴不敢说。可是，一个人病了，回不了故乡，见不到亲人，就算是锦衣玉食，也是生不如死啊。唉，朕就那么可怕吗？朕是怕他身体不适颠簸，本想挽留多住些日子。唉，这就叫好心不得好报啊！既然他一味坚持要回去，那就随他去吧，只能如此。郑大人，别再跪着了，皇上是不会见你的。皇上不见，郑和就跪死在午门前。哎，你这么拧啊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皇上想好了的就是圣意，皇上说出来的话就是圣旨。你说这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？伯尼国王有病，为何急于回国？哎，我看呐，他也是过于多虑了。皇上待他不薄，他干嘛这么想不开呀？我劝你啊，别管这麻烦事儿。王公公，事关重大，烦劳您再通禀一声，郑和一定要见皇上。老奴不敢。你说这一阵子，谁有胆去招惹皇上啊？郑和求您了。哎呀，我说郑大人，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。老奴能放着圣旨不传，给你跑回去报信儿吗？你可真是糊涂啊！郑大人，郑大人，皇宫，快来！郑大人，站住！越来越有本事了，擅自闯宫，这可是杀头灭门的大罪。郑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不出此下策，就见不到皇上。哼，你见了朕又能怎么样？让皇上不杀压烈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凭着性命闯宫，就是为了来气朕？我的命是皇上给的。当初下海的时候，微臣就说过，愿为皇上肝脑涂地。微臣不顾一切闯宫，就是希望皇上做出裁决时，不要意气用事，伤了朋友，损了友情，偏离方向，伤及根本，终将毁掉和睦邻邦。你给朕带回了一个烫手的山芋，吃不下，丢不了，打不得。如今大臣们异口同声要杀雅烈，你却三番五次阻止报仇，你让朕怎么办？为了你去违拗整个朝野吗？皇上，世间万物此消彼长，只有顺应天道，人情事理才会一通百顺。起来吧，朕倒想听听你的所谓天道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郑和所说的天道，一共只有4个字：利国利民。永乐开元至今，施新政，树新风，想前人不敢想，行先祖未敢行，修大典，迁新都，下西洋，开贸易，每一件都是惊天伟地的壮举，哪一样也都是毁誉参半，石破天惊。可要成大事，就必须顶得住逆境；要立大业，就一定要经得起考验。皇上让郑和出海，为大明打开了国门，也同时带来了陌生。臣民们原本就是凡人如洪水猛兽，如今更是有人借大明与西兰山的纠纷，仇夷排外，倒行逆施。
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皇上怀柔远人、利于万邦的新政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皇上如果此时杀了亚烈，就等于自认了巡洋之举、祸国殃民的罪名。永乐新政若大打折扣，友邻海外、共享太平的大业也将荡然无存。此其一。亚烈的确该杀，可皇上杀他的目的是仅仅为了报仇，还是为了更多的人不死？大明的将士们抛家舍业出海巡洋，为的是保家护国，为的是天下安定。如果他们真的能为大明的祥和出力，能为天下苍生的安宁而死，我想他们定会含笑九泉。可如果他们的死激起来的只是新的战乱和杀戮，那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否安宁？皇上是要以血还血，让他们成为冤冤相报的孤魂呢，还是让这些华夏儿女成为献身于天下太平的英烈？此其二。大明作为一个大国，不以势压人，只是一个好的开端。能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，以大局为重，以天下为念，以忍让平和力求公正，以天道人理去征服人心。如此，必能开天下祥和之新风，立天朝大国之典范。大明要面对天下，先要有大国的自信和胸怀，对人宽，对己严。为了共享太平，要有勇气吃亏，有勇气受辱。这份情怀，比厮杀沙场更需要勇气。自律克己，比锱铢必较更能彰显强者风范。吃亏当服，忍辱负重，宁让天下负我，我不负天下。不图一己之利，不求一国独尊，平等相待，持之以恒，必然天下归心。国与国之间，绝不能止步于强权，要用自己的优秀文明去影响他人，彼此学习，交流互通，才能友邻万邦，共享太平。此其三。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！闯宫之前早已经想好了。是。你都说完了，请皇上明鉴。你这是要做朕的主啊！微臣不敢。不要再烦朕了。下去吧。各位国君、各国使节，还有大明朝的各位臣工，对亚列苦奈尔该如何处置，尽情坦言吧。哼，朕与你们大家议议，是为了求得公正。陛下，亚烈以德报怨，罪大恶极，左法尔使臣建议将其严惩，以谢天下。哼，左法尔小儿不过是个胆小如鼠的懦夫，你愿意当大明的走狗，本王不愿。尔等小辈不思自强，你们甘当大明的附庸，人无骨气，国无尊严，你们还有何脸面站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皇上，大明自永乐开元以来，广交天下邦国，郑和所率船队更是远走西洋诸地，将大明天子的恩泽广播四海，海外各方无不丹石湖江，以礼相待。唯有亚列苦奈尔偷袭船队，杀我官兵，此人罪大恶极，必须斩首。父皇，大明水军515名将士惨遭亚列苦奈尔杀害。这是对全体大明官兵的羞辱，对天朝皇帝的冒犯。儿臣以为，亚列苦奈尔
不仅该杀，还应该加倍赔偿大明船队所受的损失。雅烈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的所作所为自有公论。什么公论？这些乌合之众不过是大明的附庸，他们仰人鼻息，是非莫辨。我若是大明皇帝，他们岂不同样心甘情愿当我的走卒？弱肉强食，势大压人，天下的规矩从来都是用强权和实力说话的。朕问你一句话：西兰国是否禁食牛肉，而且严禁杀牛啊？对，这是本国的佛规国法。朕对西兰国的礼俗一知半解，班门弄斧，诸位请勿见笑。雅烈，贵国敬牛如神，就是因为真心向善，礼敬众生。牛性温顺，任劳任怨，终生为人耕耘，所取者不过是青草绿水。牛与芸芸众生，皆上天所造。人若依仗自身之强大，任意屠宰生灵，试问人从何来？所以，强权不足以压人，势大绝不能凌弱。朕派郑和出使西洋，兴的是仁义之师，走的是友善之路。礼遇万邦，厚往薄来，不贪他国一寸土地，不图他人点滴小利，只为四海清平，去恶扬善，各图发展，共享繁荣。你是西兰山的国王，理应为本国的子民造福，不应该让他们去惹祸，更不应该做一个不仁不义的罪魁，为贵国礼敬神牛的仁德所不耻。大明天朝以德报怨，朕在此宣告，让西兰山的臣民来决定雅烈的命运。你真的不杀我？朕不但不杀你，还要派人送你回国。带雅烈下殿。遵旨。遵旨。走，走。陛下，雅烈并非不知其罪，只是以为此次被居大明，断无活命之力，因此才故作刚强，羞辱圣上，只求速死，以存体面。陛下胸怀天下，恩泽四海，以德报怨，宽厚无边。罪人雅列库奈尔，恳请皇上将我斩首，以此头颅为作恶者见。本人心服口服，绝无怨言。雅烈，朕给你一条活路，不予处死，正体现了上天的仁爱之心，应验了佛祖众生同仁的善愿。朕放你回去，希望你能引以为戒，将此爱普及众生，倾心向善，不负天道。你作孽大明的仇怨已经成为过去，朕既往不咎，但它不应该烟消云散，而应该成为我们心中的一条戒律。大明被你无辜杀害的将士，他们的鲜血已经铸成一座刻骨铭心的警示碑。我们要用世代的友好擦掉上面的血迹和不快，使它尽快变成一座友谊之碑、和平之碑，为万世所存，为子孙所牢记。罪臣雅列库奈尔一定悔过自新，洗心革面，
警示后世，告诫子孙，西兰山愿与大明朝永结同好。我等愿与大明永结同好。都起来吧。郑和，微臣在。你官复原职备传，替朕送雅烈及各国使节回国。遵旨。你们都是我大明的客人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朕将派郑和再次下西洋，遍访各邦，巡礼天下。陛下日理万机，还来看我，小王。要不是国事缠身，朕天天都来看你。希望你早一点好起来。小王这一辈子能被陛下引为知己，三生有幸啊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不要这样，咱们是兄弟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要说拜谢，那可就见外了。陛下，我已时日无多，恳请陛下允许小王收回曾经向陛下辞行的话。大明我喜欢，南京我喜欢，我想留下来。我希望能因为我的缘故，会有更多的伯尼人来到大明，他们来祭拜我，他们也会跟陛下的子孙万代成为永远的朋友。陛下能恩准吗？能让一个藩客永远的留下来吗？朕就像在南京给你划一块封地，活着是你的家园，走了是你的陵寝。朕要与你朝夕相伴。敝国远在海岛，小王沐浴恩泽，民无灾祸，岁履丰稔。正因如此，小王久慕天日之光，入朝觐见，不想一病不起。和你往福海来朝，累计万里，不以为难，不以为艰，其忠诚善意，犹如金石，万世不朽啊！天意复我，地也在我，天子以待我，让小王尽享天朝的福祉。如果没有陛下的远见卓识，海域各邦何能和睦相处，共享太平？各国各邦，贫富有别，风俗各异，国无分大小，有不论贫富，只要能够互相尊重理解，就一定能和平共荣，亲如一家。其深情，茫茫大海不能阻隔；其厚谊，遥遥万里，亦如毗邻呐。天子功德，犹如日月，敝国与诸藩尽享恩泽。小王所憾者，唯有深受天恩，生不能报，死亦饶负陛下。你生是个伟大的使者，100年之后，更是国与国之间的桥梁。你说，要让来看你的伯尼人都成为大明的朋友，朕相信，我们的友谊会感动每一个来大明的异国藩客，我们的朋友会遍及天下。
陛下，我死之后，我把我年幼的儿子夏王托付给陛下，希望他能继承王位。你放心吧，陛下。恳请陛下，还要任命郑大人当国师，让船队走得更远，让大明的和平之策、有情之旅永续无穷。朕答应你，朕要让郑和穷尽天下，走遍天涯。好啊，能留在大明真好，能和陛下永远相伴，真是好啊。陛下，姐，今天这是不过年不过节的，给你烫了酒，觉得奇怪是吧？姐，你今天好像很高兴啊。不，姐今天生气。哦。姐生自己的气。郑和呀，姐错怪你了。从伯尼国王甘愿葬在大明这件事上，姐看出来了。姐不过是妇人之见，不杀雅烈是对的，姐不该骂你。姐，你现在该高兴了吧？是啊，姐是应该高兴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又觉得这心里也空落落的。姐，你别伤心，出海的事还得准备准备，还有一段时间呢。有时心里真恨呐，皇上怎么就不把你这个老跟他较着劲的正史大人给撤了？何必老在一块怄气呢？这个正史就非得由你来当吗？
你就不能在家里过2天清静日子？其实你是想让我去跟皇上请辞吧？后来姐一想也不对呀，你要是待在家里不出海，这不是又变成和我怄气了吗？你还是出海吧。真的吗？哎，那我就不烦你，我还是跟大海去较劲吧，行吗？你呀，脑袋里只有一根筋。站一边去！走，出去！为什么？干什么？为什么让我们走？出去！为什么？赶紧走！出什么事了？快走！走！干什么？为什么？都出去！都出去！放开我！快走！哎，汉王为什么抓我？本王不抓你，抓谁呀？本王还要砍了你呢！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要抓我？放开我！汉王，如此大动干戈，这不是要跟皇上作对吗？这叫指东打西，明窥暗补嘛。殿下把番使都抓起来，是要敲诈他们的银子吗？你以为本王就那么没斤两吗？如今把这个船队出海划成一片光明，我倒是要拿事实向皇上讲话。在番商人船进出的广州、泉州、宁波这些地方，也不像有人标榜的那么干净。哼，这10个手指头还不一样齐呢，山谷里头什么人没有啊？这就叫鱼龙混杂，泥沙俱象。照这样狠挖下去，说不定还能抓住什么大鱼呢。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说不定这次汉王是真的发现了问题。我怕高旭胡闹下去，真的拔出萝卜带出泥，那郑和就摘不清了。哎呀，这个愣头青为了自己腰宠，挖空心思弄出个大难题，闹不好又得把皇上拽到泥坑里去。哎呀，没有一件省心的事儿。番鬼私入大明民宅，算不算犯法？裘广德私建会馆，收留外夷，这是不是违规？我不怕得罪人，儿臣打击的是不法之徒、乱政之事，人我都带回来了。事情明摆着，是明是暗，是非曲直。父皇您自己看，他不仅贩运私货，还走私活人，把那些番鬼都接到家里去了。大明律上写得清清楚楚，禁止番人入住民宅。这番人要是跟百姓混在了一起，那朝廷还怎么管？未经禀报，容留番鬼，结交蛮夷，这不是要翻了天了吗？哼，有人表面上口口声声要替父皇分忧，可遇到事儿就躲，暗地里只扒了自己的小算盘。这万一要是给父皇……一回来就往宫里闯，去看过你哥哥吗？啊，我急着进宫见父皇，所以多长时间没去东宫了？哎，父皇最近身子不适，总是睡不好觉，你就别再让父皇心烦了。去和你哥说吧。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他说一遍。
皇上让你回去。明天大朝，皇上要预审。姨娘，起来吧。父皇，赵旭都跟你说过了，说了，那就交给你处置吧。是。父皇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了，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了吧。谢太子。在下奉汉王之命，把这些不法番商交给太子殿下处置。你们为什么要住到百姓家去啊？请问太子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百姓家？你们应该住在会同馆里。可会同馆住满了，那你们就应该告官啊！告官了，礼部的一个官员让我们先写份文书申报，几天之后再给我们回复。可今天晚上我们住哪儿啊？我们代表自己的国家来到大明，不能在大街上睡觉吧？就是啊，是让我们睡哪里？大明有律法，只能住在会同馆里，不许住民宅。我们不懂你们的律法，在海外各国通行的法则就是给钱住店。我走过的国家少说有10几个了，到哪儿都是这样的规矩，难道在大明就不适用吗？既然是买卖，买卖双方就都是自由的。本王可以替我的臣民和商户告诉你们，这房子我们不租了，房钱我们也不收了，民宅不能当会馆，我们不卖了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殿下，您后悔的太晚了。我这里有契约，也就是我们跟客栈的老板裘广德先生共同写的字据。大明官府可以随意处置他的商户臣民，但必须尊重已经跟我们签署的契约。如果连这个都不认，大明人的信用在哪儿？就是啊，怎么能不讲理呢？还讲不讲信用吗？以后还怎么做买卖啊？草民裘广德叩见太子殿下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番人签有契约？会同馆本是皇上免费接待藩士之地，而你的房子要多收房钱数倍，刁钻奸猾，欲盖弥彰。太子火眼金睛，明察秋毫。草民确实是看着那么多番商的钱赚不到手，着急呀。我想出的这个法子，既解了朝廷会同馆人满为患之急，又能赚点小钱，一举两得呀！无耻！你屡次辜负圣恩，败坏国法纲纪，你就等着皇上跟你算总账吧。太子，草民反正已经是走到头的人了，只能鱼死网破。禀告太子殿下，草民的确是为逐利而来，可钱，草民却是分毫没有赚到。那钱呢？全都什么都，快说出来！都被勒索到汉王府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草民要是再说出一件事来，殿下就会更加不信了。汉王抓我，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出海犯私的真相。放肆！堂堂汉王千岁，会去勒索你一个市井贩夫？我看你是死到临头了，血口喷人。我手里就有汉王犯私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
拿来我看。只要殿下饶我不死，我一定把证据交到殿下手上。你竟敢跟本王讲条件，奸诈小人！本王即刻就可以宰了你。杀了我，汉王的证据也就拿不到了。你还跟我讨价还价？不敢。草民只知道太子眼下正在替皇上整治沿海不法之风气，草民想替殿下留着这个由头，也许会用得着啊。哼，你以为本王会为了邀功留下你这条狗命？不会。可殿下替自己想想，就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。殿下将来要登95大位，没准儿这东西还能派上大用场。哼，你让我恶心。这个无耻小人，不杀不足以清耳目，正心神。邱广德虽然屡教不改，再三犯律，可他是皇上钦点过的人，此事不能仓促定案，需要斟酌。哎，不用那么畏首畏尾，不是有法可依吗？番商违法在先，契约在后，以大明律赶他们出来，没什么不妥。至于邱广德财产充公，发配云南，就别让他再添乱了。番商不懂大明律法，咱们不能不给机会。首先要保护他们完成交易，别扫了父皇的兴致。至于房子的事情，我们要躲开争执。我看该给他们另找个住处。1个2个也许还可以，可这么一大批怎么办？这的确是个麻烦。殿下又出乱子了！怎么了？真是没想到，那些番使当中有2个是假冒的。这2个番人混在里面充数，为的是跟共使一块领皇上的赏赐，然后再做买卖赚钱。这事还有谁知道？没有别人知道，是下官亲手办的，没和任何人说过。哦，你干得不错，记住，千万要把嘴锁上。下官明白。这可麻烦了，别再提了。就当不知道，让他们做完生意，赶紧离开大明。不行，这不是明摆着骗咱们大明的钱吗？此风绝不可长。从洪武年间，大明就一直是厚望薄来，对番使入宫给予数倍的赏赐，如今更是胆大妄为，假冒蒙骗呐！哎呀，我朝出手大方，已开1000年之先河。皇上还在深狱礼部，虽加厚不为过也。可是长此以往，朝廷不堪重负不说，不是还让别人当成傻子给蒙了吗？你越是厚赠，他越为骗钱。可这事要是揭出来，就是丑闻一件，又得扫皇上的脸了。算了，别再拿这种事情烦皇上了。父皇身体近来可大不如前了。启奏皇上，自永乐开元以来，日渐鼎盛。万国来朝，番使众多，少数番客由于不通大明律法，为奸人所用，误入民居。我们已经对其加以教化，你请让他们完成使命，尽快回国。只是有一件事情，儿臣还不敢定夺，就是放了他们之后，让他们住哪儿？会同馆现在确实已经人满为患，再建新馆又怕来不及。还请皇上圣断。皇上，微臣以为此事并不难办，只要把所有的人都接到南京来住，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。皇上，番使大都在海边做生意，住到南京来岂不是乱弹琴？那也可以搬到别的驿馆去住。沿海各地大同小异，全都住满了番人，各地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呢。哪儿都不用搬了。他们走不了了。这些人中有假冒番使的骗子，绝不能放人。什么？共使还有冒充的，真是奇闻异见，不能放他们回去。对呀，皇上，亚列库奈尔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君，皇上可以宽仁为怀，法外开恩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可现在居然有人敢假冒番使来骗咱们的钱，这是触犯大明天威啊！臣恳请皇上重办此案。太子，
知道不知道有假冒藩士的事？知道。高旭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一位藩士来大明朝贡，从登岸到归国，一切费用均由朝廷负担，一个人少说要花费白银1000两。我算得对吗？夏大人。回汉王，只多不少。藩士入境，除贡品之外，随身还要携带大量的私货，其中一部分由朝廷按价购买，而另一部分则是自行交易。按价收买的货物要比产地价高出几倍，而自行交易更是能获利10几倍之上。夏大人，我算的没错吧？是这样。大明为了限制藩商入境的次数，每年都要发给他们勘核，规定3年1贡，而他们却不顾限制，变成了1年3贡。我们需要多接待和赏赐他们8次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又多了8次自行交易赚钱的机会。这样一来，1年我们要亏多少钱？3年下来，我们要亏多少钱？现如今更是明火执仗，冒充蒙骗。父皇，30年、300年之后，我大明就不只是亏钱破财的事了，咱们会被后人说成是什么？是啊，这确实是让后世这个评论就是不好的，实在。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，朕有点乏了。此事交给太子全权处理，待有了结果再议也不迟。退朝吧。退朝。师父，真是多事之秋啊！为什么宝船队一回来，就会滋生这么多的变故？因为皇上开的是新政，走的是新路，树的是新风。看来改制变法，也是一把双刃剑，能强国富民，也会援人一臂。皇上假组织之名，开新政之时，有人就会见缝插针，借题发挥，谋权的、搂钱的、造势的、邀功的不一而足。所以改制要走很长的路，绝不会一蹴而就。那些沿海百姓出海经商，等于对近海这一组织不敬。皇上是放不开、关不止，左右为难呢。这就叫做自作自受。究其根源，都因海禁未解，才使沿海的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。与其这样不明不暗、不清不楚，骑在墙上左顾右盼，不如明确破除海禁的旧法，干脆把臣服的根子挖掉，扫除障碍，摘掉枷锁，光明正大推行民间贸易，那样开拓新政就顺多了。水至清则无鱼，池子浅了要漏底呀。师父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郑和，不是朱棣。你是大明船队的统帅，不是总揽全局的皇上。师父是说，将来皇上会告诉你。假冒国史的事儿还没解决，今天按察司又押来一个到景德镇私买瓷器的藩商，真是越治越乱呐。唉，藩商多了确实不好管理，
他们是2条腿的活人，不是车船物件，能说会跑，将来不定还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。太子还记得皇后病天那年，倭人倒卖军火之事吗？眼下这事也不小啊。今天审案的时候，在他的箱子里查到一个描着金龙的盘子。啊，那可是御用之物啊！大明的百姓私自买卖都得杀头，更何况是番使了。这可是僭越犯上的必杀之罪呀！这些番人也真能够为财舍命了。哼，既然这样，太子殿下也没必要为他们绞尽脑汁、殚精竭虑了，可以即刻法办。杀吧，父皇又一直说要宽待远人；不杀，又有损我天朝威望。我真担心，父皇知道了又着急上火，而我又没什么法子替父皇分忧啊。众番使上殿，众番使上殿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各位使节，大明礼遇诸国后代来使，各位从登上我大明的海岸到礼毕归国，衣食住行都已被妥善安置。请番使入住会同馆，也是我大明的律法。你们私入民宅违制犯科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陛下，这是我们与广德客栈裘广德先生签的契约。大明对各国使节的友好接待有口皆碑，但是这次事件却非常遗憾。大明朝廷给我们准备的会同馆、四仪馆都已人满为患。我们向礼仪官申报，可被告知要等10几天以后才能给我们回复。我们自己出钱入住广德客栈，为的是不给贵国找麻烦。现在若是要说我们违反了大明的律法，实在是令人不解。哼，契约在后，律令在先。无论什么人来到大明，都必须首先遵守大明的规矩。每个国家的风俗不同，国情各异，只有彼此尊重，才能求同存异，礼尚往来。可我们出钱住店，平等交易，买卖两清，契约公允，难道在大明签订好的文书，一夜之间就能变成一张废纸吗？不会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这是用我们中国字写的，中国字的一笔一画，写出来的是我中华5000年的文明，中国人的诚信。郑和给朕讲过，在呼鲁墨斯，商人之间连一纸契约都不用，以击掌为信，至死不悔。大明有句古话，叫一诺千金。你们放心，中国人说话算数，中国的官府商家都会言而有信。你们还可以回去继续住那儿，不过从今天开始，它已经不叫广德客栈了，而应该叫信远会馆。朕已经把它收归朝廷所有，它不再是什么民宅。你们住在那里，不违反大明的律令，也恪守大明子民跟你们签订的契约。朕给他改了个名字，希望你们能够把大明的信誉带往海外，让四海皆知，大明有个信远会馆。我们一定要把信远会馆的名字带回到我们的。君子之交要以承诺为信，国家之间更要以诚信为本。律法是法，这民约也是法，一脉相承，都是至死不渝的诺言。跟大明打交道，不管是百姓还是朝廷，都应该相信中国人言出必行，义无反顾。陛下英明决断，
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谢陛下。裘广德，草民裘广德叩见皇上。裘广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草民有负圣恩，实在无颜再见皇上啊。裘广德横起贪利之心，藐视大明律令，不重办，不足以正国法，不惩戒，不能够警天下。朕已经将其所谓的广德客栈充公，财产罚没。草民罪有应得。裘广德，你今天又一次血本无归啊！但朕也再免了你一次死罪，事不过三。朕希望你从钱堆里爬出来，为国出力，为朝廷尽责。王忠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裘广德即日起任信远会馆吏目，从七品钦此。裘广德，还不谢恩？奴才不，在下，微臣裘广德谢主隆恩。裘广德，从今天起，你大小也是个朝廷命官了。你要从旁门左道中走出来，替朕管好这个藩史聚集之所。你别小看他，他是大明面向天下的一个窗口，也是朕的脸面。皇上放心吧，微臣这次一定不负皇恩，让他窗明几净，光头净脸。朕恕你无罪，就是看你确实动了点脑子。你把朕和教藩人的那些东西都学去了，好啊，这也叫中华之礼仪。你不仅要办下去，还要把它发扬光大。微臣一定再接再厉，把武术、气功还有大秧歌、跑旱船都给他使上去。好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要不负朕望，搞点名堂出来。微臣一定尽心竭力，以报皇恩。藩商藩客初来乍到，对我大明的礼仪禁忌不甚明了。既然有兴趣，朕就给你们讲一讲。这5爪龙盘为御用之物，比亲王所用的4爪龙多出1爪，比百姓所用的多2爪。这里面既有等级规制，又有中华技艺的精美考究。这盘子朕准备送给那个藩客，让他把这个盘子的奥妙带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对中华技艺感兴趣。皇上圣明，如今四海一家，正当广施于外，让天朝恩德传遍天下。藩使藩客是慕义而来，他们是大明与各藩国之间的桥梁，也必将把中华的文明带向四方。这个挺好的，真的很漂亮啊！是啊，拜粥啦，拜粥啦！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？黑呀！这好不好啊？喜欢这吗？这玩意儿长得挺好看，就是太黑了。从哪个国家来的？你看，哎呀，好黑呀！不害怕啊，孩子。你看，他的牙齿还是白的呢。是。我黑，你们都是黄色人。来，拿着。到咱们大明来了，甭管是黑的白的，那都是客呀。不一定几千里几万里来的呢，多不容易呀！大伙儿说是吧？孩子，拿着吧，孩子。是的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大家，拿不下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大家。扎克，喜不喜欢大明啊？嗯。干脆就留在大明好不好？不，
那为什么呢？哦，小扎克还想你的家乡，想你的亲人，对吗？嗯。黄忠在。你又晚了。回皇上，奴才是想让皇上多睡一会儿。哼。皇上，奴才给皇上梳了10几年的头了，从满头黑发梳成了缕缕银白，这一晃，就像是昨天似的。你不也老了？哎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朕可以让你回家养老。皇上是嫌奴才伺候的不好？那倒不是。你在宫里当了一辈子差，也很苦啊。奴才没觉得苦，奴才只要能把皇上伺候好了，皇上再去治理国家，把大明料理的太太平平的，这其中也就有了奴才的功劳了。呵呵，那倒也是。你有功劳，朕会记住的。这样吧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觉得累了，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，就跟朕打个招呼。谢皇上恩典。启禀皇上，北漠800里加急战报。说，由于齐国公轻敌冒进，致使北征的10万大军全军覆没。那邱福呢？他说没脸见皇上，自杀了。皇上。皇上，夏元吉，叩见皇上！夏元吉，叩见皇上！你立刻筹办北伐的粮饷，朕要御驾亲征，限你1个月之内完成，耽搁了1天，朕要砍你的头。臣遵旨。皇上，快把衣服穿上。夏大人，那我出海的事怎么办呢？明摆着的没戏了。皇上要发50万大军，你算算得花多少钱？还得建北京，修皇陵，到处都得要钱。唉，就是把我放到油锅里，也炸不出油来了。我实在是没办法弄到这么多银子。你们出海的事，我看还是先停一停吧。可是夏大人，郑大人，下西洋我反对了半辈子，但皇上的旨意，咱们都得听吧。就别再拿下海的事去烦皇上了。眼下咱们就是不吃不喝，也得凑足大军北征的粮饷，这国仇得报啊！
已经停止装船了。皇上既然决定北征，我看你就不要再硬顶了。邱大人，其实我今天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啊，郑大人您客气了，跟郑大人出海经商，没少赚钱，这份情谊，广德什么时候也不敢忘啊。啊，是这样的，皇上要御驾亲征的事，您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这是永乐一朝最为丢脸的事。皇上龙颜大怒，也是情有可原。是啊，不过这样一来，船队出海的日子只能无限期推迟了。就连那些已经装到船上的粮食和货物，都已经调拨走了。郑大人吩咐吧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。那好，我就直说了。你这会馆里敬着八方神仙，能不能请您出面联络一些商人，先把货给我，等我出海回来之后呢，再把钱还给他们。郑大人，这是好事啊，那么多人都盼着跟您出海呢，这件事啊，一说准成。郑大人您就放心吧，请。好，那就拜托了。啊，不客气。哼，诚心跟咱们作对，抢我的买卖。王斌，赶紧组织人往旧港等地运货，一定要赶在宝船队前头，只要不赔本就卖。如果郑和这次亏了本，我看他怎么向那些商人交代。本王就不信，我还弄不过一个太监。汉王，干这事儿您可要三思而行。要是把贩运私货的事儿露了底，可就因小失大了。啊，不会的，咱们借用的都是藩国的小船，不会有人注意的。再说，就算是有人知道了，本王给他来个铁嘴钢牙，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儿。郑和不也是用国家的船队替商人们运货吗？不对呀，郑和替商人出海贩货，这就等于是开了海禁呢。这不就等于说，郑和拿国家的船帮着商人去海外贸易，这是彻底破了禁海的组织啊！柳一鸣，你赶快把跟他打过交道的所有商人的名单给我弄来。汉王，照我说的办。是。你干的好事！一个朝廷命官，居然去联络商贩，拿朕的船队去贩私货。别人怎么说此事，微臣都不怕。记得皇上在微臣第一次出海之前曾说过，要把巡洋大业进行到底，开创盛世万年不变。这句话，微臣不敢忘。朝廷里烦心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朕对着干？大明的江山是朕的，巡不巡洋朕说了算。你不去抗旨，更不能讲价钱。微臣什么时候也不想给皇上添乱，但皇上诏令西改，微臣无以为继。大胆！微臣冒犯皇上了，可微臣刚才说的哪句话不是皇上曾经说过的？皇上可以把出海的东西全部调走，微臣不再要1斤米1两银，微臣只要皇上一句话，让我以船养船。哼，这点雕虫小技，朕早就看透了。你鼓捣着邱广德他们，先交货后给钱，这叫移花接木、阳奉阴违。朕告诉你，此举从根本上有违组织，断不可行。皇上，一个北漠的部落，何必兴师动众，劳民伤财呢？皇上一定要大动干戈，御驾亲征吗？
郑和，朕要行的是大国战略，雅烈只是外人贪财，而蒙古部族是我的内政，闹不好会乱我江山呐。大明朝一方面要怀柔远人，另一方面必须技出铁腕。朕御驾亲征，要的不仅仅是一场胜利，而是大明的国威。人无为不立，国无为不存。所以朕必须拿走你出海的银子。微臣懂了，绝不再和皇上争了。姐，一直想让你来看看，你都没来。现在船队停航了，你却来了。还是先吃饭吧。姐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海图吧。来，来，这里就是宝船的停泊地，往南就是战场。往西南到满拉加，穿过满拉加海峡，往西走是苏门答腊，再往西是西兰山，再往西北是古里，再往西行穿过阿拉伯海就是呼鲁莫斯，再往南是祖法尔，再往西南是阿丹，再往南就是红海了。姐，红海你还记得吗？穿过这片大海，就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——天方。你就算是人，留在了陆地上，心也在海上，还是想个办法走吧。莲心姐，我答应你，等宋天能够率船队出洋，我就跟皇上告假，退下来好好歇歇。也过上几天清闲的日子，好吗？你们的事我管不了，你俩一走，我就还到庙里去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泼你冷水的，也不用你安慰。父皇力主北征，下西洋就成了泡影。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帮皇上完成心愿。皇上也是两难呐。你说他从此就能断了下西洋的念头，我看是不得已呀。两只手里抱着的都是孩子。皇上心里也真是够难受的。
没有银子，只能是二做其一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就再印发一批宝钞。哎呀，只要能替皇上了却心愿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宝钞一发多，这国家就乱了。这剜肉补疮的办法，想都不要想啊！哎呀，哎，要不咱们请皇上下道旨，把明年的税赋先收上来。寅吃卯粮，不可，明年还有明年的事，没准明年要花更多的银子，那时岂不无计可施？官道行不通，可以考虑另辟蹊径，从民间想想办法呀。展基啊，我们议论国事，你听着就行了，不许插嘴。哎，别，反正啊，咱们都已经无经可念了，还不如先听他说一说，也许会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呢。郑和想借货出海，汉王不是说这是帮着商人们把货卖去海外贩私，是开了海禁，也违了祖制吗？那咱们就换个思路，掉过头来想一想，直接拿裘广德他们的银子出海，再把海外的货换回来卖，这样不就北征也成了，海也出了吗？哎呀，这还不是拿民间的钱做生意，还是没有躲开海禁的祖制吗？不然，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民间的货在哪儿卖，拿到外藩去卖就是通夷，拿回大明来卖就是自由交易。裘广德他们的银子，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认捐的。等郑和回来，把货交给太仓，皇上可以以表彰的名义，把番货赏给他们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国内把货换成银子，不就把账也给还了吗？这一捐一赏，不就躲开了黎民百姓不准通夷的铁律了吗？对呀，有道理。虽非万全，但是只要能替父皇分忧，咱们就应该试试。太子殿下，看到了吧？咱们老了，后生可畏呀！啊！谢大人，您过奖了，晚辈要学的事太多太多了。好。皇上，郑和从云南到北京，又从北京到南京，才见识了九州之广，奉旨出国，巡洋万里，才懂得了天地之大。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有些藩邦异国的富强，或许超出了我们的估计。热那亚的西洋布虽然赶不上中国的丝绸，但是比大明百姓的加织布要好一些，而且他们的织布机也不比我们的差多少。海外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，值得我们去学习啊。咱们中国也有4大发明嘛。将来你要把更多的物产带到海外去，让各国都看一看我大明的富强和智慧，让中华的文明教化繁夷，为其所用。皇上，其实海外早已对大明的先进技艺勤学好用。就说造船吧，据说有的泰西人几乎掌握了咱们的造船技能。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打过一场为了争夺出海口和贸易权的海战，历时近100年，目的仅仅是为了贪财逐利。这场战争在40多年前才结束，最大的一次海战，双方投入了上百艘战船，而且用了火器，据说还有火炮。如果大明船队碰到这样的船队，才是真正的对手啊！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皇上，财富来自于海上，威胁亦来自于海上啊！郑和，你就别跟朕兜圈子了。你是不是又想出洋啊？皇上，季风一过，一等又是1年。我们跟呼伦莫斯、古里国都有过承诺，还要把亚列等藩国使者送回国，必须言而有信。再者，
此举也不全是为了贸易回访，我还想走得更远一点。如有可能，就带船队去泰西那边看一看，会一会那些跟咱们完全不同的国度和人群。你可以去，但是要自己找钱。郑和就是等皇上这句话呢。好啊，好啊，像你师父胜过你师父，你真是有点歪门邪道的鬼点子。可皇上还是不给钱，让我自己找，我到哪儿去找啊？到哪儿找？你去打开那个匣子。师父。师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不够吗？师父曾经听你讲过，好像西洋那边也有大钱庄，还有人聚众凑钱办大事。叫什么来着？互济会。好啊，既能救了难，又能解了急。用咱们大明的话讲，就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啊！师父，我明白了。